各位大家好啊！又嚟到呢一個星期嘅法性廣場啦。上星期我哋講過六凡嘅眾生，六道輪迴裏邊眾生負責嘅，我哋就係講三善道人天阿修羅，以佢享樂嘅程度去分，最高嘅級別天界眾生，然後阿修羅，再次之咧就會係人間嘅眾生。好啦，咁我哋今集咧就要講下啦，所謂下三惡道嘅眾生。原因係咧，有好多人以為咧呢個三惡道嘅惡咧係解兇惡啊、兇猛啊，甚至乎係邪惡嘅意思。其實都唔係嘅，惡嘅意思咧純粹係因為佢哋曾經喺過往生，因為無知無明嘅緣故，種下咗一啲嘅惡因，咁所以咧佢哋就要受翻一啲咧所謂惡因所致使嘅苦果。咁如果喺我哋嘅睇法裏邊咧，呢一種世界觀咧係純粹去睇佢哋受苦，並唔係話佢哋邪惡。惡因已經喺以前因為無知唔記得咗啦，我哋都做咗，咁故此咧佢哋而家都係一啲值得同情啦、可憐憐憫嘅眾生嚟嘅。咁好啦，咁三惡道嘅眾生我哋又點樣去分佢哋嘅級別嘅咧？其實主要咧都係睇佢哋受苦嘅程度，我哋去分嘅。人間落嚟嘅下一級咧，我哋一般咧就會將畜生道嘅眾生咧睇成係三惡道嘅第一個級別。咁原因係乜嘢咧？就係佢哋受苦嘅程度咧，永遠都唔會好似地獄道眾生咁樣喺分秒之間不停咁樣去受苦，可能落油鑊啊、勾脷根啊呢啲。咁啊，畜道嘅眾生咧，就視乎佢哋嗰種生活嘅環境，有一啲比較優厚啲嘅，可能係俾人間嘅人類咧去飼養嘅，真係高床軟枕嘅，亦都有。咁有一啲咧，可能係顛沛流離嘅，為咗自己咧生活裏邊，可能要喺森林裏邊咧不停咁樣去廝殺。咁所以咧，畜生道嘅眾生佢受嘅苦咧，可能係衣食嘅苦啦，又或者係因為佢並無一種修行嘅嗰種自主嘅能力，生活都成問題，亦都冇人間嘅嗰種會思維推敲修行嘅嗰種嘅動機同埋能力咧，我哋就將佢睇成係三惡道眾生之一。就係講佢受苦嘅程度，同埋咧能夠修行嘅嗰種嘅機會啦，同埋嗰種處境。咁所以咧，三惡道裏邊受苦比較輕微一啲嘅，第一畜生道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咧就會係再低一個層次啦，就會係餓鬼道眾生。咁其實喺唔同嘅弘法節目裏邊咧，我哋都有講過啦。如果大類去分嘅正法念處經，我哋講咗有3種嘅餓鬼，裏邊咧細分有9類。咁其實咧大分嘅話就會係有財鬼啦、小財鬼同埋無財鬼。咁其實意思係咧，佢哋嗰種又係有冇食物啦，需唔需要真係受飢虛之苦，然後咧去分佢哋嗰種嘅級別。但係總而言之咧，鬼道嘅眾生因為佢壽命好長。如果佢係真係我哋所謂福大煙少，要不停咁樣受餓鬼嘅苦嘅話咧，咁呢一啲嘅眾生咧，我哋都睇成咧，佢係惡道裏邊嘅受緊一啲佢自己以往所做嘅惡因嘅苦果嘅眾生。咁故此啦，佢係喺受苦嘅級別裏邊咧，喺畜生道之後嘅，仲要嚴重一啲嘅眾生。好啦，最嚴重嘅級別咧，就會係地獄道眾生。咁就講緊咧，佢哋係萬死萬生，不停喺地獄裏邊咧，可能係受住羊銅灌口啊、熱鐵燒身啊，甚至乎係落油鑊啊、拔舌泥耕啊等等嘅唔同嘅苦。咁故此咧，地獄道眾生受嘅苦咧係最嚴重嘅。喺六道裏邊咧，佢屬於咧就最低層次。咁當然啦，以佢壽命嘅嗰個長短同埋受苦嘅嚴重性咧。以阿鼻地獄、無間地獄咧，首推係咧，佢哋嗰種嘅嚴重性係最高、最受苦嘅。咁所以咧，佢係三惡道裏邊咧就係最低層次。咁啊，希望大家都要了解一下，原來六凡嘅眾生、六道輪迴嘅眾生，其實就係一個咁樣嘅級別或者咁樣嘅機制，等大家明白一下。下星期再見啦！